我叫林子佑，我叫姚趁嬌，係全運會香港賽區義工計劃嘅義工之一。過往我亦都做過唔同嘅義務工作，今次唔單止係服務社群，更加係為我哋嘅祖國作出貢獻。呢個全運會義工計劃係我見過嘅活動裏邊規模最大。宣誓嗰日嘅畫面非常之震撼，我到而家都仲記得。估唔到我哋做義工都可以做到國家級水平。我10幾歲就做義工㗎啦，從中我領略到義工另外一種意義，就係唔好睇小自己，只係微不足道嘅力量。當我哋所有嘅力量集中起嚟，就會有唔同嘅效果。你嘅善意係會留喺受助人嘅心裏邊嘅。今次擔任全運會義工計劃係一個好好嘅學習機會，大會安排、組織同埋資源分配上面非常之仔細。我哋當時一班義工落手做嘅時候，都得到好大嘅支持。相信喺日後籌備義務工作嘅時候，都可以學習同埋參考。喺做義工期間，聽到運動員同埋觀眾對我哋嘅支持同埋感謝，都會令到我覺得今次不枉此行。以熱情支持體育盛事，為社會帶嚟正能量。